如果話你想喺大亞灣揾套居家養老、住起身又舒服嘅理想房型，咁呢套房就一定啱你啦。今日睇嘅呢套呢係大愛城嘅104平大三房。大愛城大家都知道啊，最特別嘅就係佢嘅環境，佢嘅綠化呢係可以話做到極限啊！除咗樓呢，就係花園，園林景觀呢做得非常靚，可以話係住喺公園咁樣，交通又方便喎。樓下呢可以第一時間坐車返香港，巴士站呢可以搭西湖出行啦、愛心巴士啊，到沙鐵站到高鐵站都非常方便。對面呢就係吳越廣場，一個紅綠燈呢又到益田廣場，兩個紅綠燈呢就到萬達廣場，屬於係3個商圈嘅中間位置。周邊街市啊，同埋嗰啲攤檔啊，好熱鬧啊！入住率呢同周邊嘅嗰啲居住環境呢都好正嚇。呢度呢係中間樓層17樓嘅，呢個戶型住起身好舒服，三面採光，餐客廳加起身有40個方，又係南北對流啊！業主話裝修呢係俾咗好大心機，揼咗重本嘅，報價呢係79.8萬，全新嘅品牌嘅精裝，唔使再喐過㗎啦。品牌家私嗰啲家電呢全送嘅，雖然話唔係頂級嘅牌子嚇，但係都係一線品牌。我係阿斌，為咗想睇咩樓話我知。